那接下来呢，我们回到课文呢，就看到64页呢，就是第一大段，就是分为三种心类里面的第二段开始。那这边呢，讲到说，第一与分别二者同意，那第二与现前二者同意，第三与无分别颠倒之二者同意呢。那这边讲到的第一与分别同意者呢，就提到说呢，上面所讲的就是分为三种心类。那三种心类里面的第一个呢，以异共相呢为所取境的呢，那凡是以异共相为所取境的这种呢，它就一定呢是分别，所以提到说这是和分别二者呢是同义的。那当然，我们上一堂课有提到说，这边是以异共相为所取境。那有的地方呢是说以共相呢为所取境。当然，他说以共相为所取境的时候呢，他所讲的共相呢，最主要指的呢，也就是异共相。因为我们知道说异共相它本身是常法，所以这边以共相为所取境的分别呢，本身讲说，以共相呢作为所取境的这种呢是属于分别之，那以自相呢为所取境的这种呢是属于无分别之，所以做出了这两者的分别，就是以共相它的所取境呢是共相的话呢，就是属于分别之；它的所取境呢，如果是自相的话呢，就是无常法类的话呢，就是属于无分别之。所以呢，在这边呢，我们就要说呢，以异共相呢为所取境的这种呢，皆是分别之。所以，凡是分别之呢，它必定是掺杂着异共相，也就是呢，它一定是显现异共相。所以，只要是分别之的话呢，它的所取境呢，一定会是异共相，以及呢，它一定会是显现异共相。那在这里呢，我们讲说掺杂异共相，或者说以异共相呢为所取境，或者说呢显现异共相呢，并不是说异共相它本身呢这个总相呢，就是我们凡是显现什么的时候是显现异共相这个总相，并不是的，而是说我们以直屏的分别之来说的好了。直屏分别之呢，它的所取境呢就是平直的异共相，那它显现的呢也是平直的异共相。所以在这边所讲的呢，就是你取什么，你的境是什么的时候呢，那你的所取境呢，就是这个境的异共相。就像直屏眼，就像直屏的分别之呢，因为它的直屏的分别之，它的境呢是平直的缘故，所以它的所取境呢就是平直的异共相，而不是异共相这个总相。所以这一点呢是大家要分清楚，因为有人会觉得说，哦，以异共相只要是分别之的话呢，那异共相就一定是它所取境。那这边讲异共相，就以为是说异共相它本身这个总相这个本身的异共相是这个，并不是，而是说你的境是什么呢？那就是这个对境它的异共相。第二个呢，提到说呢，就是第二与现前同义，就是提到呢，以自相为所取境的呢，那它和现前这两个呢是同义的，因为这边讲到已经讲到说，以自相为所取境，无分别且不错乱的认知呢，这个东西呢和现前两者是同义的。那这两者呢也会是同义，因为我们先前呢在讲述现前的时候呢，就有提到说现前呢它的性相后面一定会加上说以离分别且不错乱的了知。那和这边呢就是一样的，就是无分别就是以离分别，就它本身不是分别意识，那也是不错乱。那了知当然二者呢都是了知的缘故，所以提到呢，只要是以自相为所取境，无分别不错乱的认知呢，那它必定呢是和现前呢是同义的。那同样的呢，这边加上说以自相为所取境的时候呢，同样光以自相为所取境这一点呢，就可以显示出呢，它呢一定不会是分别。为什么呢？因为凡是分别之呢，它是不可能以自相呢作为它的所取境，因为呢，凡是分别之的话呢，它是不可能会清晰显现出自相的。所以光从以自相为所取境这一点呢，因为我们知道说你要以自相为所取境的时候呢，就会清晰的显现出自相。那这一点呢，除了现前之之外呢，分别之呢是没有办法清晰显现现前，没有办法清晰显现自相的。那所以这边讲到说呢，以共相为所取境呢是属于分别，以自相呢为所取境呢是属于无分别呢。那这个呢，同样就是在法身论师呢所造的释量品里面呢，就有讲到说所量有二故。在提到所量有二故的时候呢，最主要呢就讲的是说量呢其实有两种，量呢是哪两种呢？量呢就是分为限量还有比量这两种。那限量和比量呢，它的所量呢，就分别呢，一个是以
质象呢作为它的索取镜，一个呢是以共相呢来作为它的索取镜。所以呢，凡是以质象呢来作为索取镜的呢，那这种呢，它必定呢是属于限量。那以共相呢来作为索取镜的呢，那这个量呢，它必定呢是属于比量。所以因为呢，它的所量呢是分为共相与质相这两者的缘故呢，所以同样呢，能量的这个量呢，也就分为了限量还有比量这两者。那接下来呢，提到说第三个呢，也就是清晰显现为无的，就是清晰显现不存在为索取境的这种无分别呢，错乱的了知呢，它是跟无分别的颠倒知呢，二者是同义的。那我们这边呢，就讲到说呢，就是当你把不存在的东西呢，能够清晰显现为索取境的这一种呢，那它只要是无分别，然后能够清晰显现出这样不存在东西的这种无分别呢，它一定是错乱的这种认知。所以呢，当我们知道说，当你能够清晰显现，如你同显现一般呢存在的呢，那这种呢就是属于现前。那能够被你所清晰显现，但是呢它是不存在的话呢，那这种呢就是属于无分别的错乱知。所以从这里呢，我们可以看得到呢，就是无分别的错乱知和无分别的颠倒知，二者呢是同义的。这里呢就讲完了，就是三种分类。那接下来呢就会问到说，那我们的心绪之中呢是否具备呢这三种心类呢？那肯定是有的。那如何有呢？就是这边呢我们要去思维到说，心类学里面所讲到的这一些新的这种相状呢，那我们主要是要用来结合自己的内心，然后看说我自己呢是否具备这样子的心，并不是呢好像是我们在学学问一样，就是有个所谓的分别知，原来这个叫做分别知，然后这个叫做现前，然后这个叫做无分别的颠倒知，并不是说好像在讲个某个东西，而是最主要呢是要去思维说我的内心呢是否呢具备这三种了知，这三种不同的了知。那第一个呢就是以异共相呢为所取的这种分别知呢，我们内心有没有呢？那肯定是有的。那就比如说呢，我们在回忆呢过去式的事物，像是以现在的时间来说呢，现在是星期天的下午，所以像是星期天早上呢，今天早上发生的事情，或是昨天呢发生的事情，或是前天呢发生的事情，所以我们在回忆过去的那一种事物呢，过去式的事物的时候呢，那我们在回忆的时候呢，并不是像我们眼前清晰显现志向这样子的显现，一定是透由你过去的这个形象呢现起之后呢去做回忆，所以这种呢就是以异共相呢为所取境的分别，就是我们在思维过去式发生的这些事情的时候呢，就是以异共相呢为所取境的分别。第二个呢，就是以志向为所取境的无分别不错乱的这种认知呢，我们心绪里面也是有的。就像是呢，我们呢可以见得到色声香味触，就是透由我们五根知呢所清晰显现的这种志向，或透由我们五根知呢清晰显现的这种五欲呢，那它是如同我们显现般的存在。所以我们可以了解到呢，我们心绪之中呢是具备呢以志向为所取境的这种现前知呢，也是存在的。第三个呢，就是以清晰显现的不存在的东西呢为所取境的无分别呢，这种错乱的认知，也就是无分别的颠倒知呢，那我们心绪之中呢也是存在的。就比如说呢，我们因病的关系呢看到蓝色雪山，或者说呢因为胆病的关系呢，所以看到白色的呢，或是很多东西你都会觉得它是黄色的。那这种呢，全部呢都是属于就是无分别的颠倒知，或是无分别的错乱知。那乃至于说呢，像我们手上拿着香，然后呢，你快速把那个香做旋转的时候呢，你感觉上会看到火圈，或者说拿手电筒，或者说现在手机也好，就是你快速去转的时候呢，会觉得说它变成一个光圈的这种样子呢，那这种呢也是属于无分别的颠倒知，无分别的颠倒知。那乃至于说我们在一些商场啊，或者说餐厅啊，然后门口看到那些跑马灯，或者说像是霓虹灯。然后你会觉得说那个好像是那个光在这样流动一样，但实际上呢，它只是说透有闪烁的这种感觉，然后让我们觉得它是在流动。或者说呢，像是烟火，那烟火放到天上的时候呢，你会觉得说很漂亮，好像是花啊，或是像什么
光线一样啊这一种的，或者说车子在走的时候呢，车子在快速走动的时候，我们会觉得说像是路上的树呢在走动一样。那这种呢，全部呢都是属于就是清晰显现，不存在呢为所取镜的这种无分别的颠倒之，因为呢它如同显现般的呢是不存在的，所以我们可以了解到我们心绪之中呢也是具备无分别的颠倒之。那所以呢，我们可以了解到呢，我们的心绪呢，既然具备这三种新的法类都具备的话呢，那就比方说我们具备呢，也具备着无分别的颠倒之。那透由这边呢，可以告诉我们什么呢？就是透由这一点呢，我们可以了解到呢，就是凡是我想的呢，以及我所见到的呢，并不一定是正确的。因为往往呢，我们会觉得说我是对的理由，然后我们会跟别人争吵呢，然后我们最强而有力的说服别人的方式呢，就是提到说这个呢是真的。为什么是真的呢？因为这一件事呢是我亲眼看到的，或是我听到，我亲耳听到的，所以呢，我就会觉得说这一件呢是真实的，或者说呢这件事情我想是这个样子，所以呢它是正确的。就是我们的原因呢，大部分都是以我亲眼看到，或是因为这个原因是我想的，所以我们就把它指使为是正确的。但是学了心类学之后呢，我们就要知道说，我所看到的呢，不一定是正确的，因为我心绪里面呢，是具备着无分别的这种颠倒之的，所以我所看到呢，跟我想象的呢，它不一定呢是正确的，因为像我想的呢，我们所想的呢，都是透由异共相为所取镜的这种分别，但是往往我们想的是这个事的异共相，但是你会把这个事的异共相指使为这件事情，所以当我们会用理由说这个是我想的，或者说这个是我所看到的，来作为理由的时候呢，那我们学社会学就知道说，其实呢，这个是站不住脚的，因为呢，除了我所想的、我所看到的之外呢，其实它不一定是正确的，我们还要透由理路，或者说透由种种观察呢，然后去辩证之后呢，才能够确认这件事情是真实的，而不是呢，因为我爱子的缘故呢，所以往往呢，我们在讲理由的时候就说，这个是我看到的，所以我觉得这件事情是真的。那可能呢，同一个东西呢，我看到的跟别人我看到是这个样子，别人看到是那个样子，所以就由此呢，我们两人而开始吵架。为什么会吵架呢？因为我爱子的缘故，所以永远觉得说我是对的。为什么觉得我是对的？因为我看到了，就是原因就是以这个为原因之外，所以透由学了心类学之后呢，我们要知道说，我看我听的呢不一定是正确的。我们看完听完之后呢，那还要仔细的去辩证，然后最后呢才能够好好的思维之后呢，才能够去认为说这件事情是正确或是错误的，而不是一开始呢理由就拿说哦，因为我看到，因为是我想的，所以这件事情是这个样子。那所以透由这种观察呢，我们现在观察这一种呢是属于初分的这种观察。那当我们学法学的越来越细分的时候呢，然后开始抉择人无我和法无我。那在抉择人无我的时候呢，那透由呢就是唯识中的方式呢来观察，然后秩序的方式来观察，乃至于说到应成派的方式来观察的时候呢，就会发现说我们所观察的呢它是越来越细分。那当透由这种方式来观察的时候呢，我们就可以慢慢的呢，知道说我所看到的呢，不一定是正确的，就说显现在我面前的呢，不一定是正确的。那这个呢，其实我们在讲述遗失轨理的时候有提到，就是说在观上师过失或恩德这些方面的时候，在看上师过失的时候，就有提到一个理论，就是说我所见到的呢，它不一定是真实的。所以呢，我们现在从一开始呢，在观察的这一种呢，是属于初分的观察，像是我们去讨论说，阳焰呢，它其实并不是水。虽然说我们看到的阳焰好像是水，但是阳焰呢，并非是水，或者说呢，魔术这种东西所显现出来呢，它并不是真实的。那这种呢，都是属于初分的这种观察，但是特有学习呢，我们可以观察的越来越细，乃至最后呢，可以了解到所谓的人无我和法无我。这边呢就问到说，就是请问仁波切，为什么直蓝色雪山眼支的显现镜，那这个显现镜为什么不是直蓝色雪山眼支的所缘缘？那首先呢，我们就讲到说，直蓝色雪山眼支呢，它的显现镜呢就是蓝色雪山。那为什么蓝色雪山呢是
直蓝色雪山眼支的显现境，但并不是这个眼支的所缘源呢？那简单来讲呢，就是为什么它是它的显现境呢？因为直蓝色雪山眼支呢，它就是因为显现了蓝色雪山的缘故呢，所以呢，蓝色雪山呢是直蓝色雪山眼支的显现境。那为什么它不是直蓝色雪山的所缘源呢？那这个呢，为什么不是所缘源的原因呢？可以透由两部分呢来解释。那一个是粗分的解释方式，一个是细分的解释方式。那用粗分的这种解释方式呢，就是简单的来说呢，就是第一个呢，你是它的所缘源的话呢，你就一定要是属于缘。那学社类学讲到因和缘呢是同义的。那既然是缘的话呢，它就一定要是因。它如果是因的话呢，那它就像是存在的。但是呢，蓝色雪山呢，它是不存在的，所以它是不可能成为因或者是缘的。就如同呢，兔角呢是直兔角眼支的显现境，但是兔角它是不可能成为直兔角眼支的一个所缘源吗？为什么？因为它根本就不存在。它既然是不存在的东西，它如何能够变成一个缘呢？所以呢，这是比较简单的一种解释的方式。或者说呢，我们来说呢，如果说它呢，如果因为直蓝色雪山的眼支呢显现它的缘故呢，所以它是显现境。那因为它是显现境的时候呢，就表示它是所缘源的话呢，那就表示说蓝色雪山呢，它是直蓝色雪山眼支的所执意。它如果是所执意的话呢，就表示它要是存在的。所以呢，它不可能会是直蓝色雪山的所缘源和显现境二者。因为如果是这两者的话呢，就会变成说直蓝色雪山眼支的直取意。那既然说直蓝色雪山的眼支它要是有所取意的话呢，那就表示这个所取意是要是存在的，那就变成说蓝色雪山它就变成要是一个存在的东西。所以呢，会说直蓝色雪山的眼支呢，它的所缘源呢不是蓝色雪山。